喺呢度呢，我又要同大家分享另一個轉介嘅個案，係一個小朋友嘅故事。當時小朋友就係5歲嘅，咁啊媽媽就十分之擔心佢會唔會患上 ADHD 啦。咁我就幫呢個小朋友做咗一次診斷嘅。咁我就去佢屋企同佢玩咗一陣，咁啊觀察咗佢嘅行為啦，咁睇咗佢畫嘅畫啦。咁我發現咧，小朋友喺 inattention 呢個部分咧就出現咗5個嘅症狀嘅，而 DSM-5 咧要求係6個嘅。咁另外喺 hyperactivity 咧，小朋友一樣都係出現咗5個症狀嘅。喺呢一度咧，小朋友係一個邊緣嘅個案。咁於是乎我就問咗阿媽媽一啲小朋友嘅生活習慣啊、返學同放學嘅時間表、屋企嘅生活習慣等等啦。咁然後我就同十分之擔心嘅媽媽講呢，你個仔係好活潑喎，好好動喎。然後呢，我再如實咁報告翻呢個診斷，同阿媽媽解釋翻 DSM 嘅診斷準則。最後呢，我就叫媽媽呢就多啲留意翻。咁啊，如果症狀多一個嘅話呢，就要去揾專業人士幫手啦。咁究竟呢個小朋友係唔係診斷患有 ADHD 呢？如果你問我嘅話，我條線就好清晰噶啦。咁啊，只要冇達到6個或以上症狀嘅要求呢，我係唔會診斷呢個小朋友患上 ADHD 嘅。小朋友出現呢一啲嘅行為呢，就唔代表呢啲行為嘅形態係等同於 ADHD 嘅症狀噶。而且喺 inattention 同埋 hyperactivity 2個部分呢，都只係出現咗5個症狀嘅。所以我對診斷呢係十分之嚴謹嘅。假如小朋友真係診斷患有 ADHD 嘅話，我哋應該集中用個案管理嘅角度去跟進小朋友嘅情況，而唔係一下子就將小朋友標籤，一下子又將小朋友分類，更加唔係將診斷準則嘅內容就變成描述呢位小朋友嘅形容詞。以前我負責嘅輔導技巧課程，喺課程設計上面呢，我必須要思考點樣喺58個小時入邊，我要訓練同埋培養一個點樣嘅學生。即是話，學生經過58個小時嘅訓練之後，究竟會掌握邊一啲嘅輔導理論同埋介入技巧，而且期望同學們可以達到咩嘅水平。於是我諗到可以參考朋輩輔導員做一個 sample， 設計一個短時間嘅訓練課程。上完堂之後，就預期同學們能夠識別有潛在危機嘅個案，同埋可以提供情感支援同埋聯繫嘅初步介入。喺識別 screening 呢一方面呢，我哋一般都會根據 DSM 去做診斷嘅。課程嘅內容都係會教同學點樣去用 DSM 嘅。假如同學發現身邊嘅朋友或者親人有異常嘅狀況，就可以識得用 DSM 去做診斷嘅，然後就可以初步介入，提供情感嘅支援啦、陪伴啦同埋聯繫嘅，最後就係尋求專業人士嘅協助。但係我自己嘅期望就係普通一般人都可以識得去識別潛在嘅危險個案，亦都希望加強大眾對心理障礙同埋疾病嘅認識。萬一你察覺得到你嘅朋友或者親人出現異常狀況，都可以及早尋找協助。所以不論使用 DSM 或者 ICD 都好，其實係幫助我哋更加有效咁樣進行個案管理 case management， 呢一個先至係核心思想，亦都係使用 DSM 嘅正確態度。我哋要謹記咧，人嘅變化係會受住好多因素影響嘅，呢啲相互影響嘅關係係千絲萬縷。一個簡單嘅示範教識你點樣運用 DSM 嚟到分辨自己係咪有心理問題，亦都可以幫朋友去分辨。我哋將心理學翻譯成大家都聽得明嘅語言，盡力俾大家洞悉心理學背後嘅應用同埋智慧。